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新書《種子你怎麼了》嘅作者 Oreo。我係新書作者木志。你是怎樣想到將自己的原創品牌製作為書籍呢？想藉這本書表達什麼？咁我擺市集嘅時候，通常會出一系列嘅產品，有花之聖殿係其中一個系列，加上佢故事比較完整，所以就攞咗呢個主題出嚟做一個繪本。在合作的過程中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？我哋呢本書咧係用花去代表個人成長，咁喺初步嘅構圖嘅時候，我哋用四格漫畫嘅形式去展示每個角色佢哋種花嘅階段。係咁，喺某次開會嘅時候咧，我就提咗一個建議，就係既然花嘅成長係有唔同階段，我哋可唔可以好似 Pokemon 咁樣，每一次佢嘅成長，佢個邊框都會有啲變化，去展現佢一個進化嘅階段咧。呢個就係我哋喺呢本書入面嘅一個精心設計咯，都係我哋最難忘、印象最深刻嘅一個設計部分。你最喜歡書中的哪一個角色？我最中意啦，就係豬大叔嘅呢一個角色，因為如果大家有細心睇繪本啦，就會發現豬大叔係第一個發覺步步唔開心啊，主動提出去佢屋企同埋安慰嘅人，我就會覺得呢一個角色佢非常之觀察同埋去照顧身邊人嘅情緒咯。有什麼想對閱讀本書的讀者說？希望大家睇完呢本書之後啦，可以更加坦然咁樣去接受自己焦慮嘅情緒，就算成長嘅步伐相對其他人慢都唔緊要嘅。希望大家會買呢本書啦。耶！